始就安尼，啊，开始就第二面啊，左左右右，幸福心，三做位哈，欢欢喜，歌新春，这来做七，这咱我咧讲的当唱迄个大呀。 迄个什么过海过金川咧，当来做亲人款，啊，这当楚温春来当亲亲，溜团的团，啊，这团团做团，特湾团来当特一安田，这个特则个无伊，所以流传咱台湾人咧吟诗以神论呢，会来做流传的来做流言，比如传，所以你是会听咱吟诗的时阵，伊该做这个比如传。 比如说那个破译，它有我讲起来真好，叫比如传嘛，就是讲，即个马鞍山传一传嘛，但国语是安啦，我传统就无清楚嘛。啊，所以就比如言同款，即个传承流传传译拢同款的名，到底叫做苏，就是台湾传的传的国语，叫科研田。如果较早我细汉咧教读册是安尼写，伊安田、科研田安尼，啊，即阵就讲科研田。 啊，这第五只田，推荐田，即摆囡仔咧教讲安尼，推荐田好。所以这个声母脱落掉，变成言，所以比如言。啊，这英文也用你做休息，叫做英流传，啊，这个英流言，安尼形容。所以这就叫做各间川啊，你是不是我以前老爸咧，大家叫做签，卖西安的地方。好，那啥还有我签。 啊，个来冰心烈意的何处？一世无忧烈意。啊，有一个吼，我咱咧讲，搁捌伫讲历史嘛有一个来讲，这个四字就变一首素颜节句，素颜节句，我看着有这个，所以这诗。 变个角色真侪人，是讲咱长期咧讲生活，逐项嘛毋知影。所以看就是，啊，你敢若用这半，这半拢有嘛，这半就无，这半只就即个油盖过来了后，原来伊拢往坐落开嘛。啊，我倒会想，伊只有做可能企业这的东西呢。吼，你来看哦，伊这个，咱讲这符，啊，这印拢有遮，这个符。 叫这个，哎呦，这阿妈这个印就是这个印，这个印就讲有。一世断开了。对，所以今仔日就是印哦，我咧讲，伊讲叫做素颜节气，爱甲用这个，有可能爱讲素颜节气，当然你是咱网络看伊个就啦，嘿啦，无伊不写素颜的，素颜节气。你形容戏骨的绝句，是啦，戏骨的绝句，无得了吼。 即个嘛当做是两，但是伊就是安怎互咱会当做一首呢？第一，伊即个对仗，吼，前路对市内迄个方法对仗真好，断存个还有啊，少年真个汉字气调对仗好，佮来平生得意，如何事？平生啊对一世讲的话咧，得意啦对无忧，吼，忧啊忧啊，这得着啊无就是无咧，啊如何事来讲，以前这何嘛是。 疑问句，啊，这个他字嘛是疑问句呢，啊，这书来对人，这明明都两个都是对仗的那么美丽，啊，这对，如果他吼，有当我咧讲判定这是两首写句啊是一个如拉西吼，我咧前台上咧教课的时阵吼，我若像这种情况，我免讲判定，我就安尼落去一首，啊，过来看这内底有相拍者无，这有当我大家就当作安尼，啊，这嘛是一个理论，袂当，啊，过来看整首诗的意思。 啊，过来，伊这虽然有迄想法，是毋过伊个诗意拢足快的，做伙一个，吼，袂讲遮讲着遐讲着，那遮咧讲啥物遮函数题，遮一个做名数题啊，什么也是函数，安尼就当甲切割啦。啊，佫一项就是安尼拄则看，你这内底首诗是做平平开始的吼，安尼话，啊伊这内底要做开始的，安尼就是讲这个大家有长音，这个大家遮平声，如果这位吼是平声的啦，就是做字数的，咱讲第二字是做字数啊，平字数。第二做字数的，这个大陆哪你来看？这换变平字数的，这根本都毋是诗啊嘛，因为这平字数都平做，啊，这句搁咧平做，哪有可能这两句字嘛共款的？当然就判定迄是两首诗嘛。啊，所以这个大家看，按做一首诗才对了。
吼，若对即个字看讲，哎哟，即个拢走伫即个伊夹伊搁伫遮，啊，即个伊夹有伫遮，啊，即个伊夹有拢伫遮，啊，这两首就对嘛，所以我强调我讲啊，一首七言节气，一首四言节气嘛，感觉哪是哪道理个啊？那为了对吼，但是伊都甲写做伙，你无共阮对啊，所以咱就当做修道老师嘛讲一下，因为伊有当迄看吼，伊要小把面，像只野心啦、亲啦、情，即个个野心，安尼就证明啊啦，安尼就甲签过啊。虽然伊这若是做，啊这嘛做，吼安尼两个对战，你会当甲当做吼，当做啥呢？当做小童兄，所以我用这个后壁这个对战字啊。我拢讲吼，我开始咧学吼，拢学拍起步队，就是这咱起步队，咱会成一个押韵的所在，就是你用一种多一种技巧啦，你就当少一个这个押韵的技巧。你是迄种下韵卡吼？下韵啦，像三熬、三更，好无韵通用嘛，斗会干，所以你会当足济人就安。我迄阵是安尼嘛。咱师会无诚济师会咧办迄个律师、律师堂，互咱学，咱只有家己学嘛。所以我咧投稿，我不是用迄落，用咧迄个拍旗鼓队啦，嘿，打旗鼓队。细同志怎啊拢咧留去部的，你像即个即个来，伊就较遮咧做。嘛是一个对法，古早嘛是人安，不爱较少啦。较少你要表现，你也要做对联吼，有诶书中无注意看讲。就感觉咱读较顺顺啊，伊都毋知你厉害啊。伊拍起鼓队有当意思表示我会晓做诗呢，我含律啊就会晓做呢，做这做到我读袂晓，安尼意思啦。哦，所以起鼓队你同我甲拍人家按着，共款咧做。好，好，即摆来查讲，头拄音乐开头过来，悠悠幸福心，欢欢喜。个心情，平生得意必好事，一世无忧永平。寒露关准寒暑气，期待万有笑。近来一笔贪挂刷，情义无瑕一厘清。在此哦，希望我袂变做安尼条去，大家拢手袂了，但是马上做教材咧工作。来，开始。悠悠幸福心，欢欢喜个心情，平生得意必好事，一世无忧。寒露关准寒暑气，期待万有交易尽，近来一笔看花算，情义无瑕。马上咱会晓吟大河的诗，用点外前久的时间，知影传播就是安尼，而且嘛咧解说遮个诗法，所以希望讲咱就是安尼，拄到遮巧好时阵吼，互你捌诗法啊，佫会晓知影讲正确的，咱学台湾人就是会当来甲表达古早人的一个伊所写出来诗的意思，用诗用诗来表现啦。老师，等下，这还有诶，海你啊看。就是这哦，无瑕。哦，这是差不多是安尼，啊，就照安尼来用。第一边来唱。啊，悠悠，幸福是
欢欢喜喜过新亲，平生得意知好事，一世无忧日见。含罗班准，汉书去，慈爱还有孝义近来一笔坎跨线，情义无瑕一义亲。自自悠悠，幸福心，欢欢喜喜过新亲，平生得意知好事，一世无忧。含罗冠准，汉书去，慈爱还有孝义真，近来一笔坎跨线。情义无瑕一厘清。自自悠悠，幸福心，欢欢喜喜过新亲，平生得意知好事，一世无忧能记人。含罗冠准，汉书去，慈爱还有孝义真，近来一笔坎跨线，情义无瑕一厘清。自自悠悠，幸福心，欢欢喜喜过新春，平生得意知好事，一世无忧。含罗半准，汉书去，慈爱还有孝义真，近来一笔坎跨线，情义无瑕一厘清。自自悠悠，幸福心，欢欢喜喜过新春，平生得意知好事，一世无忧能记人。含罗半准，汉书去，慈爱
情，迎来一笔坎坷线，情喜无声，一路情，自悠悠幸福心，欢欢喜喜过心情，平生得意的好事，一世无忧铭记。寒露半准，寒暑气，只爱还有笑人情。迎来一笔坎坷线，情义无瑕一滴情。自自悠悠幸福心，欢欢喜喜过心情，平生得意知好事，平生我拢演奏咧，爱看无？好事，一世无忧铭记。寒露半准，寒暑气，只爱还有笑地真。近来一笔坎坷线，情喜无瑕一厘情。连啊变成以前，啊甘露就要听着，甘露，啊像洗澡寒露寒露，寒露，对，啊像洗澡才叫寒露，迄条，所以地方腔调他没有办法发第七条的，有了较内山人，啊伊拢无七条啦，拢三条，啊所以地方腔调按落就对嘛。都毋是讲电影啦，对毋对？啊，是管它都要做些管什么，就一定爱管的清楚。啊个管啊，才准会变万准。迄种辛苦，含敢若今时死都爱用一个苦心的去研究学起来。啊，去学就是迄个拢读爱读较正准的时阵，万准汉字记，啊词解，哦啊还一定要还，要咱排什么还好安的第五声还，啊变还友，第五条变第七条变还友，孝义啊孝义经。啊，这近来，好像那个真这样，你了真好嘛。近来安尼你就哪讲好？你平生咧来清楚了后，好啦，你延长就是你平生来延长，袂讲像咱我用用，都要互过啊袂使。后尾近来必安是安尼嘛？近来上无版咱啊两三拍也要紧，因为你这诗你若是讲像咧难读吼，都无半识就了啊，按照成吟诗，吟诗就拢按长去嘛吼，就像唱歌头就是这样吼。啊，近来一笔坎坷，你要么坎坷事，啊嘛要紧，要坎坷事，啊嘛要紧。总之你咧考清楚讲坎坷事，你听伊嘛。坎坷坎坷说，吼，安尼毋是本来咧事哩，毋叫坎坷说。啊，再情喜，哦，啊，你情喜，迄个喜当然当到情喜，看旁边我小管，但是莫伤长。迄个第二条拢会小管喜，安尼共款。刚刚讲喜啊，喜情喜，啊都袂当讲了，情喜安那是个了啦，情喜无瑕，哦是无瑕，一滴情，或者说案例是个当情。好，大家往旁边来说哦。自悠悠幸福心，欢欢喜喜过心情，平生得意知好事，一世
世不由，灵机人，寒露关准，寒暑气，期待还有小日子。迎来一笔看花算，情义无瑕一厘情。按照差不多就像这种样子，啊，你家若搁变化，像迄个讲做像南关式的变化，你按怎去用，总拢袂使去，就是讲这个大方向，这个大纲一条吼。就会晓做，会晓是第爱调，但是延长在哪里要正确，安尼落，咱较早的时阵就是按起来就晓用时嘛。